我跟大家讲这个武汉的街道，有民主路、民权路、民生路、临黄陂路、首义路、循利门。武汉呢，以前汉口呢，它叫做特别市。这个民主路在武昌，民权路在汉口，这个民生路在哪里？民生路也在汉口。这个黎黄陂路也在汉口，黎黄陂路就是这个黎元洪。当上了这个民国总统，当上了这个民国总统，所以这条路叫黎黄陂路。还有蔡锷路，首义路在武昌，就是那个桥那里叫首义路。循利门就是这个孙中山，孙中山来这个视察就是这个循利门，就是在这个循利门这个位置。他是坐火车来的这个循利门，所以叫循利门，是因为这个孙中山来过，所以叫循利门。这个蔡锷路也在汉口，武汉是个革命的城市，这个辛亥革命就在这里爆发，对，民主、民权、民生，对不对？孙中山的这个三民主义就在武汉，这都实现了没有呢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这个民生是什么呢？民生就是让你活下去，就叫民生。比如说一个卖西瓜，他是卖西瓜，然后别人城管把他全部推翻，都把西瓜砸了，然后那个市民呢，那个人发疯了，他把他的车子来回的翻，他不要了，他不要。这民生很艰辛，就是活着不容易。还有是一次这个去年过年前29下小雨呢，有2个警察就围着一个电动车，当时可能以前发20块钱，下着小雨。我说你2个人拦着一个电动车罚款20，你丑不丑啊？你罚款20干什么呢？他就是没钱了，他就找那个电动车要钱，找电动车要20块钱，丑不丑嘛？都过年了，下小雨，然后就是，所以说这个民生实现了没有？我不知道。这个有人说，我们什么北上广，广鬼，什么鬼？这个汉口在民国的时候呢，叫这个特别市，汉口特别市。特别市是什么呢？特别市它改了个名字叫直辖市。你看那个电视剧，南朝鲜的这个电视剧，它叫汉城特别市，它叫汉城特别市。特别市就是直辖市，首都是直辖市，所以说那个南朝鲜首都是直辖市。特别市为什么它也叫特别市呢？因为这个南朝鲜它的一套东西都是学民国的，直辖市的叫特别市，以前就叫特别市。汉口是特别市，汉口就是这个，汉口就是一个直辖市，你认为直辖市，汉口说他不想当了，他民国的时候的直辖市，
他民国的时候都直辖市，他现在不想当了。汉口特别是，就是因为这个电视剧韩国首都汉城市直辖市叫特别市，特别市，特别市。特别是就是直辖市，很多不想当的，很多不想当的。别人民国的时候都是直辖市，别人不当了。武汉是个革命的城市，这个孙中山说的这个东西都实现了没有呢？不知道。有人卖西瓜，然后被推了，他把车子全部乱推，他不要了，赚不了2个钱。然后有人卖淫，看那个视频，那个人穿个裙子，上面没穿衣服，就穿这一点。然后呢，有人说了，他应该花150万。他说他没跟他睡，别人给你150万吗？你是奉献吗？别人凭空把你150万，他怎么不跟民工睡呢？他是奉献吗？他肯定是卖淫呢。民生很艰辛，因为收电动车的20块，因为把这个西瓜推了，说是民生很艰辛。武汉的觉得民主路、民权路、民生路、离黄陂路、首义路、循礼门、蔡锷路，这都是革命的城市。这些名字呢，都是以前革命的时候起的，不是后来起的。如果强行改名字的话呢，还没有改。这都是革命的城市，民主路、民权路、民生路、离黄陂路、首义路、循礼门。汉口民国的时候是直辖市，特别是，现在别人不当了。